歷史悠久嘅 Mini 每次改款咧都係挑戰，大又話大，細又話細。好彩咧新一代 Mini 評價都唔錯，而呢一部高性能版 Mini John Cooper Works 咧就更加將 Mini 嘅高卡車 DNA 發揮。眾所周知 ，John Cooper Works 版本咧即係最高性能版，去除古典味，加入 JCW 獨有嘅配件，格柵鬼面罩更加新增一條紅色嘅環欄，山架霧燈，尾翼向上升起，貼埋 JCW 嘅徽章，一眼咧就認出身份啦。內籠佈局冇大改，但用色就超搶眼，紅黑雙色配襯，用料更加高級，單係賽車座椅用嘅麂皮物料就已經俾到唔錯嘅豪華感啦。為咗增添更熱血嘅賽車視覺感，標板喺高速區貼上賽車格仔旗，中控圓形熒幕邊亦都貼上速度標。最開心嘅就係 Head-Up Display 變成標準配置，冇乜用途，有型勝於一切啦。好唔好跑就係大家最關心嘅。引擎就用 2.0 公升 Twin Power Turbo， 馬力輸出231匹，最大扭力達到320 Nm。卡時之後排氣聲靚到真係想不斷聽多幾次。咁今次呢，就試駕呢架 Mini Cooper JCW 版啦。咁其實有啲可惜啦，因為佢唔係棍仔啦。咁但係都唔緊要嘅，因為其實就算你自動波呢，尤其拍落 Sport Mode 嘅時候呢，咁成架車個油門反應啊、操控性啊，即刻咧即時同 Mini 唔同咗。而由於重心低、闊輪距，高速入彎嘅時候明顯感到好貼地，嗰種爽勁實在係值得親身感受。唯一嘅問題就係47萬嘅車價實在係有啲高啦，如果唔係粉絲，實在有啲難以落手。